来继续是正段消息，来看立法院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徛头名所提案的花东三法，是毋是可行？国民党因家己党内原来有真大的疑问，国民党的智库嘛大党啊，哪像是为着要来平息着争议？即摆传出讲鲍坤基伫国民党的中常会，讲伊敢若推出着花东快这个提案尔。另外两个案。 宽岛高铁甲延长国道6号，拢是立法院长韩国瑜的愿望。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明一听到，马上来警惕，讲这根本就是搞假搞。这些技术都不是问题，不要说9秒、2秒的反应时间，这个高铁就可以刹车。讲高铁高速你驶时，2秒钟内就当动点，专家听一个惊一条。你在这个地方。 要做高铁，全部是地震发生的地方在做，天然灾害是没办法预防的。网友嘛讲，以300公里的时速，2秒钟来动点，人体承受的重力，在无下安全带的情形下，就会变成肉酱。何况讲国民党内嘛有人有无共款的意见。 他讲，迄做咧用法律的不回事啦。你当议题一天咧假的啦，你也唔係真的啦。像伊簽攞把成年來投資，咩簽唔到啦？中央政府唔係不用錢落去啦。國民黨團總調鲍坤基帶頭提案的花東三法，苗栗縣長張東錦直接講無要同意。國民黨的智庫嘛大黨啊，或者鲍坤基趕緊指揮。佢風聲講，伫國民黨的中常會強調講，伊干那主要要殺這個花東快速公路，另外兩案是韓國瑜希望的。 我们中常会不是说这是韩国瑜的种种新颖政见，韩国瑜叫他提的，就要狗咬狗了。韩国瑜是假中立，所以他们一定要道歉撤案。花东快比较简单，经费也少，即便政府全部出的话，就2000多亿嘛，一年就200亿。我是觉得要处理，应该从简单的先处理。 鲍坤基本来伫杀的花东三法，即马国风声讲由韩国瑜出来背书，这个战场是愈开愈大。韩国瑜刚起时做伙带头提案，由国风并出来，嘛好这个火是愈烧愈美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，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